什么？什么？你明来到台北，就要邀请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徐世勋主任委员来我们致辞。秘书长张曼兰议员在超高会所有历史总，还有演员范总，所有优秀朋友，大家好。好。喺上宣誓咯，今天我非常感謝在超高會所有的演員客家的總會，還有客家的亮後音哦。那我們也希望在所有的市政府的团队，还有我们乡亲朋友、我们的市民，然后还有各客家社团，大家一起努力一下，我们可以让这个都会区真的看到很优美的语言啊，然后能够感受到很优美的客家的音乐。那我希望说，这个未来呢，大家会觉得客家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未来呢，大家总在讲讲客家是等于社会的一部分哈。接着那边是希望大家好，台湾的产品，最后最后呢是祝福大家好，谢谢给我们办事，希望大家安子生努力。谢谢。好，我们请老师音乐起下。谢谢兰弟。那当然呢，今天难得来到现场，我们还是要学几句客家话，我们基本的还是要会，好不好？好，我们来讲，大家好，我是兰弟，承蒙客家这首歌名，好不好？sinh sinh mong tuổi mẹ。好，非常有诚意，我们的掌声。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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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金熙先生辛苦。好，我们秘书长先帮我们喷出台北这个字样。2022年台北客家艺名嘉年华正式启动，热烈掌声 ！35 years， 台北客家。開闢新嘅世界，俺都該學生意，俺都來重要嘢。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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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想讓你講嘢，什麼什麼。
我们综艺池的管理人张玉燕，希望他在2回里面要给总艺池一名没有经理呀，对你的牵手，发票要丰盛的推到雍正节日啊，象征吉利哦。还有半夜时间家做的可能有，以前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到这个花轿。行松向你走高，向所有天堂的同时，纯属合适。土松有。 有爱，中华民国114年正月21日，在此年以9月27日至2日，用于台北客家移民家园法按所开源字体，应有新。 台北市府秘书长林玉凤。
怎么形容啊？再来！大爱的师徒，李贵定、赵安定、陈有天才，神的啊！就是这里哦，等我一下。乐乐，这个就是龙王法杖。你们要请问有龙法杖吗？可是乐乐，我们是来借龙王法杖的，如果没有说的话，就变成偷了。我们是要做好事，爸爸一定会答应的。那我们去跟爸爸说。我房间在这里。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市主委韩国副总召、主文龙董事长韩国县市长何文在现场，向下来进行一个揭幕仪式嘞。好，
大马客家移民嘉年华，今年是第35周年，也是客家主题公园重新开幕。能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出发参加凯旦梦幻的游行表达对一鸣爷爷的敬意是我们台北市客家乡亲别具意义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准备喽，倒数3秒你们记得要喊正式出发喽好，现场的太子家准备好势吗？好嘞！看到大家嘅声音哦。来，现场慢倒数3、2、1，移民3、客家潮正式出发！耶！特别是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施成军、新主任新部部长
疫苗董事长林广发。今年嘅移民祭典，係特別是一般移民祭典35周年，也係我祈求拜來參加移民祭典。今年因為客家文化主題公園重新開幕，故所會理嘅發通科大舉辦公映全台35間廟嘅移民爺爺來台北，也係按多年來千多嘅一拜。今年嘅主旨開店，除了現場嘅貴賓、老市民朋友，也邀請四個各地嘅客家鄉親、老園里連線，向下來祈請移民爺爺，祝福四界都平安。身健康，各位貴賓、各位鄉親，大家好。又到一年一度的重生祭典，我記得我頭一擺參加移民祭，還有係40年前，做了太久的下坡，非常艱難的方式。今年多了俺移民祭做了一最重要的忠貞紀念堂來記號。
年，岁岁都会落酒，还讲轻轻唱甲，200-300件无过一遍。歌，嘿，歌你，你歌，嘿，土年，你分分散散天，你分分散散天。 Let's go， 欢迎来到庙里馆，欢迎来到庙里馆，大家共下来烧酒，欢迎来到庙里馆，哎，欢迎，真劲欢迎，速度真劲，勇敢眼睛嗡嗡4到600，警察的哦咦哦咦，有黑来骗有你上大快嘞快嘞。俺都该学生意，俺都来重要嘢。爱上容易讲耶，什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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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하강이 everywhere， 하강이都什么，하강이 everywhere，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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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